我是看后上太上宫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阿中古强海老后上人大在古了，相信大家都看过客家电视嘅节目，不论係戲劇、音樂，還有訪談嘅節目以外，還有當多嘅節目係用配音來做戲哦，像係馬路口，像係東京愛情故事，還有音樂關鍵詞，就是本大家知道看咧含會親密，唔過咧，你配音正經地度有那條空空 QQ 有那條金氣咧，今日有請聽到後上人老大家分享幾條嘅配音人生，眾上分享。之前有請到係阿子怡，大家好，我係配音配到很流氓嘅阿子怡。第一集啊，世界都係呢家。大家好，我係這個時間呢就會留人人工嘅來配音嘅呢家。好，第三集世界都係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嚟配音嘅時間全唔到角色當見做咩無邊超嘅燕子。重點係無邊超。冇，重點係看流氓咯。哦，因為全唔到角色要看流氓咯㗎。你就看有咁要看流氓咯啊。哎呦，有好麻煩。好啦，阿妹來分享係阿基賢。大家好，我係我這個時間就參加客語配音訓練班嘅基賢嚟。我呢差挺多嘅啦，你唔會很強很沙皮哦，又唔會很勇氣。好，最尾啊，世界就阿 V 姨。大家好，我係配音配到叫個 V。你唔是 P 就按你啦，好嘞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不想回。好結束嘅，我按你哈。冇，你有時候會朝定強去前面先咧。做嚟看，唔過真嘅啊，見咩嗬？大家都要配音嘅經驗，唔過咧合法嘅配音嘅阿公婆就來到見。要唱阿公婆冇？挺身。好啦，中山委員係咧客家嘅四組嘅阿姐。大家好，我係四組嘅毛明。好，稍來小機到係呢奧林匹克第一度嘅阿楚到齊順剛。耶！大家好，我係齊順剛。好，兩位阿公婆來到現場哈，聽說係本所有嘅你後盾子孫哈，有佢嘅班班年。十四錢嘛，高年齡年30嘅嘛。唔單止阿公阿婆咧，嗬，唔過真嘅講到配音嗬，大家從細到大看到千度嘅卡通嘛，看過千度嘅偶像劇來，國外嘅戲劇來轉到台灣配咗方言，甚至係合法。從細聽印象對配音有乜嘅印象阿子？最有印象嘅卡通就係個下條前阿忠哥有講到嘅馬路口嘛，係韓國在佢來就係特別小型。要比太陽最難講什麼要做啫？好，再個人係要乜嘅神奇寶貝啲杯對波尖錐，因為你就懂家會講啊，好討厭嘅感覺啊，就會英雄懂哦，喵喵係嘛？冇錯，再個還有嘅那個祖先祠啊，因為嗰陣時我就懂家看祖先祠嘅天樣，我真係鬧到講。佢真係喺街上映，哦，佢喺本上，冇錯，後來真係看到拍呢樣片，我到都佢配音嘅。用廣東話嚟講法就電視嘛，配廣東話。係啊，TV 片都幾喺台灣人啊。係啊。你睇下真嘅，要從細看嘅祖先祠嘅天樣睇嘅人，就會按人講，怎麼會換一個人？佢真係本人，係嘛？嘅阿燕子，你知道家看到按到嘅卡通，細隻看到卡通，你知道配音檔好高。冇啊！佢當時我做講嘅係配音嘅，我就做講，佢就會佢上嘅聲音啦，佢聲音就會按嚟來啊，當出隻啦。古所當經典嘅角色對人嚟講，佢唔係配音，佢就會佢笨蛋嘅聲音，談到一隻聲音，我就佢就係佢。乜嘢？佢咩要偏嘅？唔講聲音係。係啊，佢仲講我乜嘅角色？我懂唔曉，我不會模仿誒，比卡比卡。請問一下，皮卡皮卡是什麼台詞？韓國皮卡皮卡係台詞，冇見咩拍佢皮卡丘，對，係那個皮卡丘。好嘞，
廖咪放眉呛抽电哦，啊你已经抽电了哦，拍谁？拍谁？阿咪了，呀！像来看柯南嘛，伊本来迄自制的一个新人上，又做咧转变做新日嘅太人上。哦，韩国像迄七龙珠哦，伊个鬼拍起公婆。见面听到安尼吼，动有神气而啲嘛，哦，像迄本来上到影响嘅感觉。哦，另外就迄灌篮高手，哦，伊个底部嘅教练老爹，哦，伊就会按用就。伊个批人个前东后村，你知吗？跟老很懂冲哎，你没打架有气感，汉拜架是由合法版本的灌篮高手吼，跟你去先主文吼诶，对老爹，韩国其实只要老爹来角色，好，冇其他人就冇诶，就吼就好，吼。圣诞节也可以用啊。亚诞节前面我讲真嘅啦，大家喺乜嘅世界讓我接觸到咧批一個世界，一個模範嘅世界嘅理解來講。像我認識到批音嘅世界，就係啲客家天師台，跟住我係實習生安樣。嘅時間我去到咧實習嘅時間咧，我就有迄個觀摩那個配音嘛，誒批音嘅人吼，就係那個西族嘅阿姊。我哋拜佛嚟，拜拜啊！東門嗰邊嘅有影色，做得，因為佢成日就像個萬年嘅批音演係按用啲嘛，就動唱係啲舞台做戲，比舞台做戲嘅人喊啲嘅做戲做嘅喊功夫喊較高，因為你會就會知道，原來批音嘛，雖然啲聲音聽，講冇想到佢哋嘅表情啊，懂豐富，所以懂厲害，係天拜接出按用，係中山鼓勵。真嘅。之前講到客家嘅百變女王，就係黃明英小姐。千遍呢，讓百遍聽聽啊！百遍就聽到了呢，萬遍也可以啦。你要萬遍嗎？做對了，對。還是要一遍，一遍。圖變多，太多，圖變呢？來大便一下哈。來，做兩隻角色，本大家談一下，到底係。批評一下就好啊嚇。係批評一下，到底係哪兩隻啲客家天師有幫送過嘅角色，好冇？冇叫，料理係大本人幸福嘅。小丁丁，哦，講法講清楚，乜嘅小丁丁？小丁丁。誰懂㗎？阿牛，劉洪生，呀，還有咧。馬路哥，要上人用按奇怪呢，講法要你太馬身上做出來聽聽，好按呢哦。生肉，哎，小肉，有太低嘛？生肉，真嘅啦。はい、そうです。たまちゃんですね。大丈夫。好了，不用再這樣哈，真嘅要重傷，再一直被重傷，真嘅。很像在現場有感覺，真嘅有時候就談到嘅批音演，真嘅佢都比嘅本單嘅角色有時候是戲劇，你就知道佢本佢比佢喊他出力，喊他點，真嘅喊他點，跟你做詹米哈，真嘅啦，喊他恐，瘋狂的狂，哦，狂啊，半夜時間你就點衰狂，我們衰狂，有人講狂咧唔但唱嗌，我順風要喊他狂，有冇？等下還有幾個戲份，等下佢咪來表演一下，個阿基賢來講一下，唔知個對批音吼乜嘅時間來開始接觸。其實批音寫時間嘛，因為寫時間嘅咧，最成以後嘅很多批音班嚟嘛，可是好啊，都係喺多高中太好過後喎，組長提講哇，要啊高雄情人夢啊，能夠本無替代啊，一定話佢哋日本戲劇個卡通，所以變到客家話說哦，因為太針對嘅吧，咁樣就係種當幸運哦，個讀到一定會前邊啦，係個兩班啦。就係同幸運有幾多字頭嗰兩頭啦，就變到講對啊。當中咧，更學習，就以後都越來越好嘅。哦，既然講到兩班，省委夾嘅兩班，兩班咩咩？我來點一下，兩班嘅戲子，兩班嘅功夫，嘅戲子，白嘴講法來留言。
而且春江先生来大家表现一下配音，用哪只角色来大家演一下？最狂的啦！最狂的，不，歡迎收看西歐斯坎布，我係 News Dog，不。所有嘅小朋友對西歐斯坎布應該都係記得嚇，尤其係2-3年以前到了下正經很有上場轉去重播時，都係原來係遲順江，哇！完全認唔出幾樣事，後來知道係叫用嘅，因為韓有書呢，香港乜嘅，韓飛咯，韓腔係傻逼哦。阿燕真係應該講下，即個乜嘅時來接觸到配音。其實我印象底部一開始接觸到係同媽媽去上課，係嗰兩時係啲苗栗嘅片。媽媽係咩知道你平常是發聽到嘅，真嘅不？冇，我同講啊，嗰兩時去上課嘅時候，想講行好哪一班上課現場就講冇講法，佢同課啊現場就講來，睇下嚟講法，一同課唔單止唔是點睛，很多人勁講啊，我知道講呀，就係我嘅女神啊！係嗰兩時哇，上到當本戲啦，唔過就單槍就壓在英雄聽聽咧嗬，就是講哎呦上課都嚟講法，韓國有人器材啊，配音動讚，還有一個就係講你唔單槍愛練習配音聲色嘅變化，韓國人你愛遇到嘅流音色地度，嗰兩時就啲嚟想講，我做配音員啊，個腳應該響嘅，冇個，因為流音色地度全部就係咗響啊。因為咧，你到流音色地度咧，佢係咗托踢啊，佢兩時就會跟細拉痛，佢腳就動粗。我做健咩配音嘅？我唔錯，係咗啲咧想講，我學乜配音啊？我細腳，我細槍哦，咁就係我嘅英雄啦。你喺這邊槍，你鼓手走2班。真嘅，所以要做2班人，可以做嘅配音 type 上，首先第一步咧腳係響，配音太腳師，阿勇就做對啦。唔過真嘅係每一下觀眾朋友從細到大看到哪條嘅配音嘅戲劇佬節目，係用乜嘅方式，想我來學嘅配音，有哪條嘅方法來鋪書咧，等下再嚟留大家播本大家資料。黃明演小子啊！黃明，你做新腳師嘅樣子，用版形象之間，用版嚟做功課。可能咩老幾差唔多。咩要演出來嘛？冇機會好做功課啊。跟你第一擺係做唱鬼嘅角色嘛？我第一擺做唔係嘅，我第一擺本嚟強健嘅咧。歡迎大家都進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嚇，講到咧配音真嘅係大家從細到大，就算你冇學過，天生會有接觸過，你要看到按到嘅卡通、按到嘅節目，唔過真嘅來問一下大家，機械咧，你即個用發現到，哎呀，即個以前上個韓做的，用乜嘅方式來練習來配音咧？哦，嗰時間我記得就係對細時間參加嘅配音班嘛，嗰陣時係由同傳泰國個車少年先生帶領嘅配音班，啊開始咧就落到嘅配流音色地位啊，去開始配音，不過一開始哦當然係配嘅細角色啦，嘅甲乙丙丁嘅路人甲呀，然後路人甲乙丙丁啦，哦，呢個門嚟啦，阿爺講啦，呀，就講實講，一係嘅雜聲啊、笑聲啊，呀，就會哦。後來就講，佢開始係安尼，佢都係後尾哦，就多下一集版咧，可能係多係啊四祖阿姊啦，一係春江阿哥啦，佢哋會扮喺啲下一集版，嗱就會留下來哦。可以喺就會前邊，佢哋會用誒，然後佢哋會聲音高到喊啊淋漓盡致啦，哇！呢聲音因為按到邊就留下來看啦。哦，阿導演就喺度看嚟過後啊，原來藝術家當初咩即係看咧，按嚟來做揣摩來教啊，發現講，哎呦，唔但唱記得去點咧啊，連藝咩佢用去點咧咧，你喺本地就去點咧，冇教養。不過真嘅啦，想喺學東西嘅先生教唔過係自家用品去自家去前進自家，就像你下發要講嘛，先用一件。
上那个模型就会断片，就讲形容哈，你那形容更高好，就老爱模型冇关系了哈，你这个讲会出，还讲唔出，你爱咩冇办法。那也事情。也事情，爱就保唔到两三周就结婚咁样哈，就是唔係，這個先生講唔高效，你用版去高效去進進這個嘅師傅啊，兩版，頭擺有接觸過萬年嘅教育，將變到按身材咧。其實也冇接觸過乜教育，都有個貴人啦，有個貴人。嗰種是讀太學嘅時節，有一個先生就係批音批嘅主神詞，石斑魚老師就大部分唔係啦，其實講，純根啊，最近在學校有開一個配音課，就冇嗌去上課嘛。唔過嗰種時又冇俾接動到工作啊，又無閒去清查批哦，無閒稽查哦，冇去上課，結果就冇機會咧。啊，唔過有一擺有去天天去批音批嘅天陽嘅快樂角，而佢一隻細嘅企鵝。有一隻畫面就係溜啊落去啊呢，然後就啲底批其中一隻企鵝就就冇咧，跟住就批啊團天天，應該比現場迷上嘅行下才高啦，因為等你差唔多5點鐘就批啊，就冇咧。唔過嗰種時就想講啊冇聽到，又冇機會學，就試到當大喪，因為批音對我嚟講係似係我從小一個夢想。啊，生下來咧，客家電視台拄好又有當到嘅技巧嘅批音，就天天喊較頭前嘅前輩，天天去學。不過一開始初下嘛，開始學嘅時節，每次都當艱苦，因為真經冇學過。嗰時候爭睇批嘅時節，客話又講到冇爭，因為我下講太厲害。我爸講太苦，我婆又講厲害，我媽媽講細嘅，根本就分唔出來。買細嘅買開了，係分唔出來。啊，根本嘅兩版見罵，罵到啊冇幹冇曬，啊當時我叫，你想講做唔定，眼遠啲，一定啊，你全部落去批落來。唔過你就見完，總算看愛好，咪落去批睇去。唔過做到一下就是懵懂到前輩，還有懂到後生嘅朋友，向下嚟聽書安尼。哎呦，因為我要後盤咧，寫住嘅吼。講到安尼吼，最近吼參加做新劇師嘅時陣，尤其係第1擺，聽說有本兩版較出頭較高，冇本較高，你自己，哎呦，怎麼可能？你自然係天才係嘛？一上就會批音，上出來就4、5隻後連改係嘛？要按電影講係嘛？嘅阿自己。你來講下第1擺、頭1擺嘅印象最深刻咩？係第1擺批音嗰種時，當久以前嗰種時就係國憲歌，比如宋生年事前，愛叫嘛？差唔多。執出來，好。好啦，嗰種時就係國憲歌，就其中冇人講，你愛來吃看那批音嘛？嗰種時喺客家電視台，其中跟日本劇重架，跟住就講，我種冇批音歌啊，我係。你嗰種時連客話都講好講唔爭啊，就會講嘛。其實我唔是講就來吃看奶，嗰種時我嘅心態就想，跟我就去吃看奶，那喺我真係冇天賦嘅話 ，OK 就拜拜，哎呦，不過我就去吃看奶嘛。係後來呢就過程過就本來有嘅機會去批音。韓國嗰種是批一隻當局師嘅角色，真正當局師，跟住我看嘅時節，跟住拳頭抹個在抹個下地，這角色真係定人腦呢，當局師。後來張迪，所以你做愛好某一個時間愛張，哎呦，原來是我的學妹配的，哎呦，但就是還很像。嗰時愛就係批嘅廣木涼子佢所作為齊藤貴子一隻角色，就是底尾都係咧高中生，不過係動唔堂發嘅高中生，就是叛逆期嘅高中生。係韓國後來還有批到嘅底尾都係群眾嘅角色，還有生日，哎呦嘅角色。嘅角色啦，不過嗰時其實我就知道批音係一種神奇嘅事情，因為做哋去看到無強人嘅人生啊，以前我妹做哋來做戲感受到無強嘅情緒。嘅理解唔通講第1擺咩係動戲院？真嘅，我知道我第1擺動戲院，因為可能咩係。係咪都要受到好響啊？因為係啊，可能真嘅受到好響，不過可能咩係17成嘅關係。嗰種我第1擺批音咩係客家電視台嘅卡通。嘅主角嘅角色，但是我其實真嘅係完全就冇準備，因為就講迄批好喲，哎樣啊，到迄就娘媽嘅就娘媽嘅，就即家來去感覺呀。
角色嘅成樣啦，嗰種係咩非常什麼嘅兩版安樣，係。唔過聽講亞順康嘅上吼，第一擺批演吼，就上來老幾聊下熒幕情侶吼，熒幕 CP 老幾大戲幕戲，係冇？熒幕情侶係乜嘢咯？冇啦，嘿，你睇頭一擺批演嘅時節，真係喺董建中。還冇乜嘅經驗，嗰時候就有搶高機險咧，結果吼假使冇搶高，還較好拿。跟我睇緊啦，行得慘係冇？嘿，還較懂慘哦，跟兩成就董建中，就想講，哇，我頭擺冇批演過呢，吼，啊，就看到啊，個兩班啲個賴群主黨吼，就有笑，睇家個角色係乜嘅，啊，就看到下個名嘅順吼，哇，1000單個角色，還就講哦，哇，佢按看的戲捱，我跟捱看認真到嘅哦，批演係冇做過，唔講係有做過。演員係幾學教要教，我做演員功課。譬如應該就係按你嘅意思。我話你揾機器人講，機器人，既然批演之前唔會看嘛，唔會去做嘅演員嘅功課嘛。結果我小課做。乜鬼小課做一下咩？小課講係董英正嚟講，2版面前有講董英正。係個角色懂多啊，嗬，乜嘅女孩啦、護士啦，嗬，喺上嗬，跟我英英正哦，我劇本未看，樣片未看，因為批演我有本當嘅樣片。還沒看，你想講我下一下佢嘅性格係乜嘅？我一看到一反應，就想講奇怪，呢種潛動係角色啊！因為係想看下佢嘅現場咁樣擺，好上啦，係講喺排泄嘅性格，係講佢做嘅啥天啊，係有錢人，係不，係成咗潛動，我又想講啊。佢係滿模啊，滿嘅2版角，差唔多係嘅角色。嘅2版乜嘢？嘅2版。2版就做日常係冇認真啊，潛動，因為看開常識講幾下擺，我冇好咧。結果係我就硬着頭皮，係要到錄影室地方嚟去家裏帶嘅劇本咯，係咯，3個月，跟牙醫出來，其實係咩要演，係咩要帶戲，後來係看到嘅做嘅當好要捱中排先拿。結果佢2版就講，好，佢你快事了吼，這個角色護士哦，都帶護士到那邊，有看到冇？那邊養東西，全部係嘅角色哦，全部畫面就什麼頭皮啦、手指啦，還講面老面嘅後背啦，真是就出個門嚟咁樣，因為我頭一版冇可能本來乜嘅角色啦，全部就會叫做混雜的這個聲音這樣子，我跟兩人勞動係批嘅角色全部係鬼，我就講唔到。你們2版都一樣咁講。係啊，就唔講也想起啦。怎麼2版？我一直排在同工一嘅事情。唔會啦。看到頭皮啊！看到單人都腳本做埋間咯，做沖涼訓練啊。其實我係講係要演啊，我就講要演，係要發現。唔係我本意搶貴嘅角色，出隻本意貴嘅角色就好。阿美佢談講T160嘅PM吼，就真見到這個身體動上場。係頭一擺係客家天使台嘅班出書，嘅處理，加倍奉還。係總是都好記係新教師，嗌咩係PM嘅新教師，所以所有嘅台詞就係。新教，係先，麻煩你咧。跟嗌莫卡又是沒有事。新教，講真嘅嗱，佢家之前講到新教師用 PM 嘅新教師，睇看看，擔管咩做個暖順來，咩要那暖順嘅時節咪係冇？阿黃明演手指啊！阿黃明，你做新教師嘅樣子，用版形象起來，用版起來做功課。可能咩老幾差唔多，咩要演出來嘛？冇機會好做功課啊！跟你第一擺係做搶貴嘅角色嘛？我第一擺做唔係咧，我第一擺本嚟強健嘅咧。我強健冇強健到，叫我對方壓拉起，然後送去衝表。哇！做翻譯呢上面咯，嗰個衝表嘅時間發出買上。放咗出來，動槍，所以你要張台是講到為什麼快大咧？你動台你就講啊，做演員冇本強健過，做片演員冇有強勇嘅義務，但係咧，我以為做出本強健嘅感覺。哇！誒，個教師喺哪個班係真是會懂事。係啊，第一班就本強健。冇，佢有啲唔樸素，冇。
乱讲话，哎，讲好些了，真紧啊。不过真紧哦，批音有青岛的空空 QQ， 还有青岛的朴素有按样版型来接好来咧，等下再来继续来大家向下来分享了。这不是叫跳跳跳，给我有嗓啊，有气音的，气音最难的，真的勇敢。哎呀，你跳跳不起来，这不是有笑唔出来，叫哈哈哈哈，伊笑唔出来，讲唔係，你要想想，也一隻小狐狸，狐狸又係笑，因為狐狸最後會笑啦。你們戲劇學院唔該，戲劇學院時常又會搞，叫人啊！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港嘅節目現場，大家就同好看下做批音嘅節目，看下就是直看下去嘅，看下家下就是哦，當聽當爽。不過其實有青島空空 QQ 要注意嘛，像阿志怡，你這個吃到，有那一條空空 QQ， 你就簡單嘅地方都那一片，當困難嘅地方又都有那一片。其實唔敢講簡單啦，應該係講，因為以前就係好去戲曲還有戲劇嘅嘛，嗰時候可能做嘅感情啊，還有青島嘅機會嘛，個情緒嘅部分咧，我感覺有跳過兩版嘅帶量，就卡做得去調整，係去做到嘅角色嘅節奏啊，還有青島嘅跳戲嘅嗰隻節奏啦。不過我感覺最難最麻煩嘅素材就係因為你動作片就係日本劇，跟日本劇嘅嘅文法，還有嘅嘅用詞都有下法其實差咁多。嗰時候青島嘅時間。你就會想，因為佢講睇咧，我係咪講睇咧？因為佢喺最行打開咧，我喺最喺北起來嘅，就因為你愛老記。打開老北起來，北起來，通通不如北去，北起來，北起來。因為動難對到，嗰時候你就會見說，哦，到底係乜嘅詞彙，做得表達比較大角色嘅講嘅法，唔過要愛老記到度好，按用對到，我感覺又係動難嘅素材，唔過咩動神詞。嘅亞順風嘅好妹。理解，唔知道對嘅批音嘅世界來講，對你講係乜嘅嘅世界？係，我知道其實像剛才佢講嘅最簡單咯，最難嘅嘛，其實真係冇乜嘅簡單嘅，應該嚟講較容易啲嘅，我知道係 OS 嘅部分係較容易上手嘅，係因為就老樣感情啊、情緒表現嘅話，其實一下就批刷嚟按用，但是我說最難嘅就係愛一聲音變做無響嘅聲音，係，比方講一聲音可能你唱有3種聲音，比如講錄音架啦、響聲音啊、聲音啊，唔過係變做聲音以上嘅時節嘅就都難嘅。韓國較難嘅係時候嘅氣音很難，就跟佢嘅本音強健嘅聲音，哇！我真係知道這都難啲喎，因為大概也係嘅即係上腳嘅時節，也係嘅嘛嘅懂得一系列嘅聲音，我就覺得哇，這配起來好難啊！哎呀，都難啊，都難，嘿。正經啊，嘅咩名言嗬，就正經大概看佢批音就知道。冇包袱。嗱，嗌冇講嘅，冇上你唔會不點嘿。當然唔會啊。人家神經片，買個時間要吃嘅好。唔反正沒演呢。像這樣嘅，舞台自然。上就要來做神經片，我就知道嘅。舞台點咧？那樣係本太界嘅咧，做得是有發揮的空間，譬如說是壓力安胎。我之前就有搞新的嗓音嘛，哈，像我新的嗓音啊，就有本個素人。係咯，比來試看啦。那我而家係可以記得戲劇學院咧，學戲，叫人邊留一個乜角色咧？留一個小狐狸，卡通嘅小狐狸，叫小狐狸叫跳跳跳，叫有嗓啊，有氣音嘅，氣音最難嘅，真係勇敢。哎呀，你跳唔起來，小狐狸有笑唔出來，叫哈哈。佢笑唔出來，講唔係，你要想想，也一隻小狐狸，狐狸又係笑，因為狐狸最後會笑啦。你們戲劇學院唔該，戲劇學院時常又會搞，叫人啊！點嘅，所以會點嘅。卡通啊！不過講真，我用嘅平時來訓練，當然你要記得在啊，我睇夾到嘅啊，我訓練啊，你一年即搞來吃批，哎呦，去搞來前吃歌，吃批啊，
自备啊，基本的啦，基本的10P啊，基本的啦。常常路后你看到某个你就会念出来啊。披萨好到家，你就会念出来耶。小离眼镜。所以你木姜，耶！你就即個都係專門動到上套啊，要動到無咁樣講過，一下講法語，講福佬，一下講客家，你就即個穩定來啊。真嘅冇按改哈，給阿英真有知道臨時演員有較簡單冇？咁有應該有啦，冇因為一開始我接到按到嘅頭皮角色，你們頭皮屑角色就好咧。有頭皮屑等級的角色，因為基本唔是乜嘅對嘴啦，咩唔是乜嘅對乜嘅時間啦，你就按你喊出來就好咧。啊，佢兩班就講，冇想講你就講嚟講去我咪跳。好笑誒！我終於得回來，我終於得回來。像水母一樣誒，我呢邊啊唔擺啦，要我冇終於得回來。繼續喊啦，個禮拜。唔過老實講啦，領演係按簡單，因為我上動到冇強用色，還個冇強用性格嘅頭皮屑，佢嘅上都係按嘅。我凶啊！頭皮屑有按到呢，啊頭拿某一隻抽戲聽聽咧啊！我說我做難處係冇強用嘅啦，啊最難嘅我知道係係我用客家話來講，因為有啲嘅音啊嘅做愛合起來啊，有啲嘅音又講唔出來，還有一啲漢字嘅時間地位同佢講睇，哇！這真是嗬，還是講辛苦咧，辛苦咧，真是懂厲害，睇下頭皮屑的部分就厲害。不過真嘅要問一下兩位前輩就講吼，你都知吼，有上司吼嘅片唔係講3分鐘、5分鐘就做6台戲，有上司吼幾年就下去，哇！你還回去再回去錄第一場，那個喔很都帶來續航力用版型報紙誒。哇，講到續航力真勁，而家他看一下自家嘅垂跳到那邊去啦，而下吼盡量去線到自家嘅本單嘅嗓較接拳咧，你講將來嘅嗓可能較盤一些咧，我托嘅嗓就做唔得勁。啊，哥，等下嚟個人講哦，來聽下，你可能講冇2分鐘就冇力咧，咩做唔得托嘅種，真嘅做唔得咯，喊唔出來咧，嗰種你盡量去線，嗰種表演係隻線出啦。就以前講，然後自家嘅嗓，還講自家本身嘅垂跳啊，較符嘅，安尼就有還有較長嘅續航力。真嘅來問大家講，有上司片最重要就係尋到自家正確嘅發音嘅發聲嘅方式，大家要去尋到自家聲改，到底用版型發明它好唔好意？我知道，其實我嘅屁講嘅聲音也動好，所以我知道屁講嘅聲音，還看冇，沒有那麼費力。韓國有上是有一些角色會用後練改。係。不過因為愛用會消耗自家嘅聲音，所以其實基本上我都會用都市嘅力量。哦，像衝過強用啦。哦，你基本上夠數啦，嗰種應該你做嘅上會好做啦。見咩面數講，佢抽到嘅 COVID-19 過後上過行下好事。係啊，片做得前期哦。上一個吼抽到 COVID-19 打3年就上色色。咩咩，超級用行可以再用我抽第100嘛？我上過按冇亂講。唔加講到這個有嘅無強嘅上面做的事，跟你做的啲下表現。一早就懂演成的角色，我係新舊事，你係乜嘅東西？冇啦，像有做兒童嘅戲劇嘅片，就做蝦兵蟹將，即係就是不點嘅角色。本愛情到咧，你強樣嘅角色嘅阿順講，假使不用一種演成嘅角嘅聲音來表現，用版型來表現。做嘅嘛新舊事呢？湯都唔是湯哥哦。哎呦！陰險，還有鄧穎陽，鄧穎陽，你家阿基顯人，這個咩片咩上黑哦，這個裡面已經不是新角色了。哎呀，你這種字，那個這種字，剛把種嘛東上通啊，東上通啊，好，嗰啲啊片唔知嘅嘅腳嘛會整馬下去，腳條嚟跪下落去係。你來講啊嚇，嚟試一個啊，試一個，唔敢來，按到前啲，試下。來。唔看乜解
新狗屎，来吼，病很难狗屎。你阿妈该台词啊！放的。对啊，台詞咩小可重要，好唔好？哎，我中意啊台詞。你阿媽該台詞，假使你話該台詞，我第一集先去請個編劇，我啲把同媽媽講啦，八編，你媽該台詞報。我同白嘅，唔過講到真嘅那個批音嗬，真嘅要動精彩，要動神奇嘅話題來大家分享，下閒聊下，等下轉來分享最深刻嘅故事係嘛解了。我講我嘅動嚟，就係我因為見到嘅醫生就講，我留嘅先，就乜嘅冇拿鐵啊，冇拿鐵，嗰陣時就有對起因。嗰時候其實兩班咩啊，非常用心帶兩個來做，個後來講至正經可以當三萬講出來。嗰時候呢，家下條線一開始開從講到韓流脈絡，就講至講到韓流脈絡。哦，人氣都開到22咧，你唔幾常用見出韓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吼，上一團最尾我請嚟青島嘅前輩吼來老開個示範，真嘅知道吼當公演唔拉公演，等下記得喊做的。好了，不要，我們沒有給他多少錢，不要這樣。我給多少錢，不按哈，按乾褲哈，大家就抵。穿錢辛苦。啊，穿錢懂辛苦哈，來上網大便哈。不過真嘅自己來講哈，T 背，哦，可以 P 唔加下哈，彈講，頭擺要 P 個，你下以後會做嘅事情咯。其實嗰陣時就批個些古道台醫生啊，就我講我同好講啊，印象咩同層，其實就係我去批個我公子嘅態度式嘅婦人家。韓國呢，我嗰陣時嘅些古道台醫生，提貴我就批個兩個我公子嘅婦人家。我就想講，公子專家。嗰兩班係哪裡有按我嘅想法就講，哦，阿自己懂什麼公子哦。但居然每下嘅兩班都在喺那一片上唔錯，可能。啲兩毛姜，師傅好姜誒，自己用上，佢嘅用，佢而上到嚟，哎，就有隻姜菜嚇，係當合適嘅姜生嘅。呢兩是姜兩台，兩道係姜兩道，佢睇咧開都市嘅婦人家係基礎嘅房產業愛姜子，係較順勢啦。佢睇你咧開都市嘅婦人家，它是難產嘅，坡度式，係坡度式嘅，嗰時候兩啥嘅情緒冇嘛強用，因為嘅嘅房產業嘅印象就會動太啲姜出來，嘅啱嘅咧，因為佢係難產，嗰陣時嘅醫生就講嘅，嗰時候咪做拍攝啊，嘅新人嘅啊，我留下來，嘅媽媽可能就會死體。嗰種唔講，我就想去，我新人一天留下來，嗰種我嗰陣時，我講我嘅動來就係我，因為見到嘅醫生就講。我留嘅先，就乜嘅冇拿鐵啊，冇拿鐵，嗰陣時就有對起因。嗰時候其實兩班咩啊，非常用心帶兩個來做。嗰後來姜子正經可以當三萬姜出來。嗰時候呢，家下條線一開始開從講到韓流脈絡，所以姜子講到韓流脈絡。哦，人氣都開到22咧，你唔幾常用見出韓？你真嘅啲幾擺姜子冇看到。唔講真嘅搭配嘅畫面啊，我真嘅就會動感痛嘅，就會出假感痛。真嘅會用出來，真嘅用出來，弄出來，身做在下板咧。嗰個人講片就留做戲強用，就係停電嘅畫面特別多人強下來做戲。韓國藝會叫摸嘅，藝就想去摸嘅啊。他把自己其實投射在裡面，哦，跟你家來分享特別最深刻嘅印象。係，因為印象其實冇乜嘅好嘅，就係藝有一擺呢去批嘅，我記得係客家教材嘅錄音，其實我完全冇拿到資料。係韓國，我就想講，哦，可能就批音嘛 ，always 吧，我完全唔知係乜嘅東西哎喲。幾多嘅時間呢？其實佢本來嘅資料係翻譯嘅，我馬上轉咗客家話。佢幾時間我客家話又唔係當紅啲嘛？嗰對我嚟講係動態嘅壓力。係唔過幾時間呢？咩因為按用嘅兩班呢，佢就勁馬嗌就按用勁叫勁批音，對我嚟講算係動態嘅影響啦。那個兩班啊？我自己放到那個兩班，我完全唔知點相同用班。係因為佢上映天天啲嘛，就第三名啲吧，就是創傷症候群吧。媽媽，講乜嘢東
西呀，完全都唔会，咩他钢琴咩，一直骂，我就知道他是个男生，一个直男耶，先手晚上别骂他，这件别骂他，他佢讲等下佢行出去就本人柬埔寨啦。嘿嘿，古时要上系动摇英雄嘅事情。我唔講到你解吼，你太史沒是度過安陽面嘅事情，不然咳出就咳到這嘢唔知即解乜嘢。窮樣嘅情形，會罵到嗰種，但唔係罵完推薦人家，真唔會用呢。啊，真真真，佢哋曉講又唔曉講，曉啥？我第一次上台給台詞，啊，人家係要一擺出題本人看，人家擺去家出席嘛。哦，一開始唔知，想講啊，有人小姐安尼本人出食，結果呢，因為係去家嘅節目。了解旁白聽聽 always 就好誒，叫佢了解唔係哦，叫佢對畫面呢。跟住按叫唔多唔識，攞佢恰到佢栽啊，唔識對到佢栽，一下又係唔對栽，潛到最後對啊！啊，當佢呢要去做媽媽，要去做生意呢，如果邊上一下扶唔出，黑髮又冇按好，叫我去到個現場係種捱死嘅，你要驗屍體嘅電嗬，壓住啲嘅電啊！嗰時候啲現場想講捱快嚟捱樣嘅。老一輩是咩都迷茫，完全唔會出事情。我想講，我要底部都有一個寫拉嘅角色，拜託前輩，面尷尬。你做你全頭難嗰啲生意，來批聽媽媽老死呢冇，完全前本佢哋穿，我啲順康開店看佢哋溜鹽，就看人佢哋溜好些，啊，總算東西搞出去，我下一班都啲，而且我去家準備好。語言也好，聲音表情也好，所以對得到咩好，全部都係準備好了。有上次那個選本人歌咩當重要嗬，錯，冇唔錯。韓國不管係方言啊、客話嘅，先拿到歌，安尼好好準備安尼來講。韓國人客話然後方言啊，嘅文法啊、用詞啊、音調啊，有上次有冇用？點多誒？不是哦，嘿，你不要一直給我弄，唔好跟安尼老闆講啊，就給我弄安尼，不知道你上面就不要弄我。跟老眼人咩這一類的，係啊，嗰時候先拿到歌嘅好好準備，係迄個真正冇歌嘅嗬，就看嗌咩老件拖，一定要拖到嘅歌嘅。天亮門啊，係，要一絲絲嘅咩好？係啊，哦，要先準備，假使係就完全空白嘅，迄多幾片，唔准嗌嘛，我會通靈係冇？係啊，嘅本人歌批音本來就係應該嘅啊，係。因為當然會說講啊，唔做客人啊。白嘴就會講，冇按改，冇按難啊，用青菜講啊就好誒。哦，唔係對人來講係做 Q B 嘅咩？尤其咩係啊，阿以前係咪？白嘴就動搖。白嘴係啊。好咧，唔錯你嘅歌咧。點會嘅同歌飛都本嘅？冇啦。唔知佢最有印象最深刻係哪一出戲？哇，就係阿秦彥哥嘅。專輯。拖先生嘅部分啦，因為有一團咯，係嘅記得醫生有一個聲音係出爽嘅啦，我去救佢啦，啊救佢啦熱出來啊，就嗌切架咩出爽嘅，嗌出來，一跳起，要動通啊嚟起，跳起冇。叫人嗌很多乜嘅換氣過度，查一些都留音色底部就小睇嚟。天氣人真可以看唔到。哇，你變凶仔。後底有阿四做阿金門講，哎呀，做到我你歇困一下啦，歇困一下過，有張多轉來。哇，他救命恩人呢！以身相許，以身相許。拜。很鬆一條，拜神明係冇。真件啊，有上次誒拄到安尼希當場誒，哦真件吼，嘅希望團體係先免線團體。唔過真件啊嚟講下就講，誒本人媽哦，本人看，嘅阿 V，你睇有擺嘅經驗係乜嘅？其實我做批班車次數嘅時間最神奇吼，總是因為。我自己也係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呢嘅。哎呦，戲劇啊！不過我就知道，因為我係新嘅教師，所以講我拿到一樣片嘅時間，我會自己用劇本順我嘅客家話。因為我自己也係錄音師，錄動到可能配上音配音。所以我會看呀自家練習，所以我有一擺係去錄音室，我就拿咖啡，
因為總是要拿咖啡，我就自己買咖啡到錄影室，我就愛用咖啡推面，咖啡本意，然後大家就自動動工，真係天天做戲誒，愛用好容易啲角色演開啦，也算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演員。誒，真件戲安尼搶到角色搶下嚟角色翻，係啦，有陣時真件可假使誒都演示，你家仲要講到嘛，因為停停嘅戲劇嘅部有一個角色，佢跳你就要停停跳，叫佢叫你就要停停叫，哦，叫佢歡喜你就要睇笑。然後就停停佢拿到天台上，按照漳州的本嘅觀眾朋友睇到兩個情緒咩？嘅阿燕子，你知道嘅批音地度對你印象最深嘅一個，你知道兩個懵懵嘅哦，然後教嘅素材。做到也行係做行係批七家嘅聲音最難嘅，因為批音單槍係從卡通啦，行講做戲劇啦，上次係從七家做嘅戲，行係講七家去出外景，轉來過後我七家輪流嘅 OS， 一個時間就想拍七家呢，拍七家是嘛？會驚七家？咩啊？想七家冇錯，因為你就想講。嗰兩時嘅聲音咪上到暗嚟呢？明明係我自家講嘅話，唔講我潛唔到嗰兩時嘅聲色，嗰種啲做一嘅 OS 嘅時間，就會動困擾。你想我都帶我用版以前笨蛋嘅聲音，嗰種唔論係乜嘅角色，我知道有跡可循。唔過最難嘅就係做七家，做自己最難。做七家嘅。四組嘅阿姐，做隻樓開㗎，教一下。潛動啊，潛七架潛動機。加多潛動，適合嘅聲色都係用版型來。冇人看我一開始做四組阿姐，因為我出外景，一開始唔點乜嘅阿姐啊，想講姐姐咩，講翻就嚇過掉誒，譬如嚇過。好，如果按你講翻嘅，把種嘛就會下去了。多做一個奧林匹克之前的節目。點解嘅係喺幾度好嘛？真好班片。真嘅啦，就見練習，唔知會慢慢的潛到。我潛到唔知講咁糖嘅，唔會是講哎呀按肉上啊，條牌上要按呢，就搞來練習吧。哦，那個生日的時候，我知道要怎麼樣放你的生日禮物，而且條牌嘅寫出來啊 JP， 哇，相煎莫太夾。哦，相煎不要太夾，因為對面本人嘅阿順講來淘汰㗎，所有嘅批音嘅長音。語言係咧，係叫咩啊？哦，同款嘢啊，同款片老太家款用啦。咩啊？就講前面講到黑道嘅就係戲劇，係，然後就 OS。其實對批音也世界地位度係用動到無窮用嘅嘅面向做嚟去挑戰。對我嚟講，批音係一條不歸路啦。韓國對人客家文化、韓國客家話，地位要動到去研究去學習嘅，不管係發音，又係用詞用詞文法，一定要綜合我嚟學好來。下一擺大家就批音就冇問題咧。係，冇錯。所以我本所有嘅批音演員學一隻眾生鼓勵，唔單將批音係用出聲聽聽，用版型來學，用版型發揮嚟嘅技巧，用版型潛到自己正確嘅發音方式。下一擺要看卡通，還有戲劇批音嘅世界，真嘅要給這些配音從業人員一個大嘅眾生鼓勵哦。我記得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，要拜太家公。今日有講到啲批音嘅同專業嘅來賓，留大家共下來分享，大家係咩知道批音嘅世界真嘅同神奇咧？韓國你咪發現原來上改嘅變化真嘅按多種按多樣呢？客家電視其實一直以來呢都有製作各種無共樣腔調嘅批音節目，咪請大家繼續來支持呢條用上改來做戲嘅演員哦。